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啊，举办读经大会考，素食研游会啊，百人上岸啊，活动啊，你看小朋友最喜欢的气垫乐园，11点才开始，现在才10点多，时间还未到。刚刚有北部的北部的前线搭游览车过来了，来了先参加，你看。然后要用赖来分享那个这里关田社子村19号。看这么多前线从北部远道来台南关田来了先参见。然后从北部搭游览车来的啦。前线们从北部来了，好棒哦。高兴。要笑。真兴奋。然后用赖来告诉大家位置看左下角加号，然后来上面那个位置资讯。你看显示出来，好像是关田区社区里19号，马上知道在哪里了。神元山庄义和圣堂。神元山庄义和圣堂。电话0669019926900008。要办那个读经大会考，素食研游会，百人上岸就助人来求道。还有那个小朋友最喜欢的气垫乐园，这位置在台南艺术大学的西边，你看乌山头水库西南边。关田还有台南关田社区。